这一世我居然穿越成了董卓，正好碰到貂蝉对我使用美人计。这时吕布正提着方天画戟杀了过来。哟，哈哈，我从来没想过世上竟然会有如此绝色佳人，这谁把持得住？都亭侯请止步，主公还在安寝。让开，我要见义父，谁敢阻拦？不好，吕布这三姓家奴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他重生了7次，但都没活过1分钟。第1次重生成为商鞅时，5匹马已经启动，只惨叫一声就被分成了5大块。第2次重生成为项羽时，剑已经抹过脖子，被乱刃分了尸。第3次重生成为李煜时，毒酒已经入了肚，哀嚎几声断了气。第4次重生成为崇祯时，已经挂在了歪脖子树上了，蹬了几下脚，伸长了舌头。第5次重生成为朱高煦时，被扣在铜缸内，烤成了一头乳猪。第6次重生成为上茅厕的晋景公，谁知脚底一滑，淹死在了茅厕。最后一次重生，又成为了将要被吕布杀死的董卓。最后一次活命机会了，一定要自救。奉先无儿，先且到殿堂等候，为父有天大喜事要告知无儿。绝对不能让吕布闯进来，否则让他看到这个画面，难免不会给自己来上一刀。义父有何喜事？无儿，对你而言绝对是天大喜事。喜事？难道这老贼要将貂蝉送与给我？那还是就在殿上等候义父。奉先无儿，久等了。请问义父，喜从何来？吕布一身战袍，手持方天画戟，语气很是不善，这让董卓的后背生出了冷汗。这厮要是一戟砍来，老子的7次重生之旅很有可能就此终结。这才出场貂蝉自卫，我可舍不得死啊！哈哈，无儿奉先真不愧是世之英雄，吾之基也，后继有人矣。义父此言何意？无儿勿急，且听为父细道来。由于这是宿主最后一次重生，赠送一个窥探术。这系统还算有点良心。随后董卓心中默念打开系统，只见吕布旁边出现了一个信息框，姓名吕布，奉先，生命99，可增减，统帅85，智力10，武力99，不可增减，忠诚董卓35，可增减。我去，这厮的武力值逆天了，还不可增减是什么鬼？还有这厮的忠诚度果真堪忧，不愧是3姓家奴，吾儿果真有太子之相。义父此言是何意思？擂鼓有门，老子就不信你这3姓家奴不动心。昨日王司徒曾言，为父有帝王之相，可取汉而代之，为天子。那义父是如何回答王司徒的？反正信口雌黄又不犯法，为父膝下无子，要这江山又没有人继承，取之无用，就此拒绝了王司徒。可后来一想，奉先就是吾儿，当可继承吾之衣钵，为太子。孩儿叩拜父皇。哈哈，这就成了，太简单了吧？不愧是3姓家奴。吕布贡献了100点满值忠诚度，宿主获得系统抽奖1次。哟，吕布见董卓呆呆地看着自己，以为他在考虑让自己成为太子的事情，他感到非常高兴。看来这老贼，不是父皇真是拿自己当做亲儿子看了。孩儿这就去找王司徒，让汉帝禅位于父皇。吾儿奉先且慢，吾儿切莫着急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反对之人比比皆是，当徐徐图之。谁敢反对？先问问孩儿手中的方天画戟答不答应？急于要当太子的吕布大跨步的走了。这时吕布要去杀谁，也跟此刻的董卓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。总算是解除了来自吕布这个3姓家奴的威胁，还得到了他的100%忠。这可是3国第一猛将，放出去想咬谁就咬谁。奉先，你这是要干嘛去？手持方天画戟杀气腾腾的吕布斜眼瞟了李儒一眼，也没搭理他，拍马就走了。坏了，大事不好，主公在哪？太师正在殿堂。第1次系统抽奖抽到了一个土豆。李儒来到殿堂，看到董卓安然无恙，这才松了口气。主公，奉先为何怒气冲冲地出府而去？姓名李儒，文优，生命95，可增减，注健康值相当于血槽，不是寿命。统帅60，智力80，武力30，可增减，忠诚董卓98，可增减。原来是便宜小女婿兼忠心耿耿的谋士李儒，98点的忠诚度果真厉害，这样的女婿可得好好笼络。文优，什么事这么咋呼呼的？主公，奉先可是为王司徒送的女子而来。这厮竟然看上了我的爱姬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
主公此言差矣啊！西楚庄王绝缨之悔，不久西爱及之蒋雄后为秦兵所困，得其死力相救。吕布乃太师心腹猛将，岂能因一个区区女子而生气？主公若就此机会，以此女赐部，不敢大恩，必死报主公。这李儒果真忠心，98点的忠诚值真不是盖的，这样的狗腿子可不能让他寒心。文攸尽管宽心，凤仙不是为了貂蝉而来。随后，他将忽悠吕布的话说给了李儒听，听得他是两眼金光闪闪。老丈人要当皇帝，那我岂不是要封王？文攸，你可有何话要说？主公，禅让之事不可操之过急，眼下还不是时候。如恳请主公暂且忍耐，至少也要等到收复洛阳，稳定关中局势，再行禅让之事。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今后咱们就按照这9字方针来执行，切记不可外传。有这9字方针，何愁天下不可得？主公心中自有沟壑，如心悦诚服。主公，从前的您又回来了。当年的董老大除了侠肝义胆、骁勇善战，也是听得了人言，吃得了亏，更当得了孙子的一代豪杰，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忠心耿耿的部下。只是自从入京秦王，就膨胀到不可一世，如今又变得睿智的董老大，怎能不让李儒热泪盈眶？文攸啊，自从我来到长安，我这日子过得有些迷糊，你为我详细说说咱们的势力分布和天下形势，这可是关系到我能不能在三国继续水貂蝉，继而将甄密大小乔收入后关的紧要事啊。董老大不再醉生梦死，开始关心天下大事了，这让李儒欣喜若狂，赶紧把当前的形势对董老大娓娓道来。系统警报，吕布的忠诚度在急剧下降，掉到了20了。哎呦我去，这3姓家奴又在搞毛，这年轻人不讲武德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即刻去查一下，吕布是不是去了王允的府上？我要知道他们谈了什么。此事秘密进行，不要惊动吕布和王允。是。太子宝座这么大的饼都砸在吕布这厮的头上了，没理由还会被王允说动啊，没道理啊！难道这3姓家奴真的是爱美人不爱江山？